上受小者一百。远古地不是东海受必乱山，吃罢了。二郎来接过你家表兄子，表兄，小妹有礼，表妹女兄只想玩你了。王爷兄来了，快请快请。李兄，久闻现在是才高玉凤，亦要把现在带中单练一步，不知肯苦用否？哈哈哈！公瑾不是聪明，我儿不明要在年不面前先抽一番。哪里，这儿来。
我好恨呐！想我表妹接着就要出宫，我少不拆散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何能想我心头之恨呐？沈媒婆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？呀呀，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。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。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在嫁到王家，在王家虽是亲密，可也是个势利人家的书香门第，为娘不免要再三叮嘱于你。小人公公金夫君。
若灵配得名美女，可算得三生姻缘尽相逢啊！我有朝一日功名去，凤冠压背情深送。原来是一封书信，顾文月表兄亲戚，顾文月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一字没准。文有表兄之名，是有青梅竹马、兄妹情深一份，有意中秋一别。深情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妹恩爱共结发手。那小是非神员年名另配论据，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旧？若说一次聊表心意而论，四连情意难断。三门宋为自己满月为门续寿，李子秋云连声发拜，连声发拜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九夜之上，顾文月面露不快之色。皇家有这子，若作为凭，好吃也。我知道他是冰清若洁。名美女，谁知她是伤风怀中夏先生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位尚书少家教，我望门请得于民生，若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大荣。我杀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顺阳所门的。闹不是我堂上禀告爹娘笑。夫人啊，李亲家是适合的我家，
自己还保举我上京为国。夫人，我取经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宽待媳妇哦。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欲醉欲梦，若她不欢喜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在。菩萨进去禀告，玉空丧了爹娘心。上诉还在出家书。
公账2点3八8人钱2倍家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，世子官恶毒心智太可恨，看来早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我个媳妇头娘越摘越茂，越大越利，多少个眼味啦！要是来年生个大胖儿子，老太婆是真正的高兴死在啦！哎呀，不过这个小丫头好像是新媳妇房间那个丞相了。丞相，丞相，哎，丞相看见老夫人。上座，上座，丞相来。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问侬看了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丞相，那小姐的姑爷好不好啦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啦。好个，跟那姑爷的小姐呢？姑爷，姑爷的小姐嘛，小丫头，阴阳怪气，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啦？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论是非，姑爷的小姐可是不上好。说不上好。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。啊，丞相，可听侬讲他起来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同过房咯？嗯。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那昏断了侬！丞相，刚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说哪里我不去？那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啊，还要打侬啊？嗯。小主上都变得介凶残。丞相，跟侬上来服侍小姐去啊。啊。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丞相，你好不懂事，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小姐，姑爷他不肯上路，你连夜不在，是我经受得起。丞相，你先去睡吧。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伴小姐。丞相。
上楼来了。去！快进屋。好听话，起来！官人。哎呀，读书，多会那个读，去玩个梨啊！好笑啊！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！根本还不要我去的，请我送吧。不要送！哎呀，阿玲，侬做啥啦？孩儿想送母亲。非要侬送，去，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这一下，来。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不错，让我关这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哎，侬都是提醒之我了。家有贤妻，父少无，小子言生积德多。
官人，请用茶。说说心，小两夫妻多默契，根本老太婆啊好放心的。母亲，阿丽啊，阿丽。哦，我个爱人到底年纪轻啊，看见娘外婆奶味进来了，真是个。起来！爱玲啊，爱玲！哎呀，爱玲啊，今朝是媳妇大娘满月回门，你为啥不换件衣裳？孩儿不去，不去？为啥不去啦？这没有孙子不去。哎呀！丞相，八王众生相孙去哪里？孙子来这，那孙子你去。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这个我操啥？刚好一把孙子差得八毛分噻！啊，侬这个我操啥啊？侬不急算了，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。哎，媳妇大娘，爱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不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满月回门不回去，害得那娘要不放心的。还不如只能足管回去好在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。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不啊，待媳妇先行一封回禀母亲。该是这
去。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阻止了，这回放肆了，在丞相叫王夫别叫去。咱文松为自己莫若为门是守。对了，这先生竟在伪作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朋友有约在先。这启禀老夫人，叫此辈的请少夫人上轿。这下岂不是得计所在？都便宜了这个先生。见玉玲言西动来，母亲，官人他一同昌好友慰问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代慰问恩告罪。这也难怪儿啊，一日不见，你瘦得多了今日我儿回来，为娘十分高兴，快些为娘进去吧。表少爷，哎，李欣，小姐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姑爷呢？有事没有来？哦，小姐在什么地方？在后厅与夫人叙谈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儿啊，恨别一人莫与为，你因我不见笑容反愁眉，莫非我儿有难言言，娘看你今日为里面下谁？母亲，女儿我没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莫不是年老婆婆亏待你，我儿也要能忍耐。母亲，婆婆对女儿是好的。莫不是你夫妻少恩恩，儿啊儿，娘也应该要谁才来？母亲，那官人待我也不错，我们是隐相随，不分
小姐嫁到王家，老夫人的小姐可好？老夫人在人很好，那姑爷你姑爷也好既然是说，你小姐面容为何这样的小婿？向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哦，为了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嘛。母亲，儿郎，你此番回来，在娘身边多做几日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丞相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是，夫人。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查阅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言虽这不是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。插手。从此休想进王门。儿啊，言些书信到来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人来信逼逼，请婆婆你老夫人侍奉。官人多说要我做伴，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。哎，儿啦，你今日回来，多在几月，少在8月，哪有谁叫回去之理？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言希也来同志就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是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今日放女儿回去，今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，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，定比女儿不小人，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夫妻恩爱同作伴，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。你夫妻恩爱娘
我亲自送儿到王门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我今日再来帮娘亲。哪有女儿满月回家动是委屈的道理？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这一笑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。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又何必再要留女儿自说一笑呢？此次说来，为娘连留你一笑都留你不知。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父亲受。哦，留你一笑，谁要害你夫妻受？不，此次说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母亲，难道你也要回去不成？母亲，
双双对对来旁。为娘不肯放你回去，你可知道始终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好苦啊！娘在家中冷清清，好容易啊盼得我儿满月归，谁知你养育之恩忘关心，我留你一笑都留不住啊！叫娘痛心不痛心，娘啊，你今日把儿回家去。我实在来报娘恩，为娘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回去。我丞相，当家，小弟，我们不要回去吧。大家，一怕你要回去，神命你回去，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母亲，当初不养你，你就回去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请上。
叫他远嫁而去，远嫁而回。如今看来是得其所在，不回来了。那我就写下休书一封，把他休了。启禀老夫人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啊？他怎么今日回来了？母亲，媳妇头娘回来者，上楼去。孩儿不去。我畜生！主娘叫侬和媳妇一同回去，侬又不去。伊回去再侬又下心叫伊回来，伊回来再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侬讲，孩儿读书要紧。读书，道理不懂，还读啥个书？去，娘陪侬上楼，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。孩儿不去。啊，侬个小畜生，我里与侬做主还是与我做主？侬到底去不去？母亲，去，母亲。母亲她既从情与不明白，她定要拉我上楼来。今日她为着娘家去，她儿臣是有牙在先，私行为。我以为他定在娘家住一宿，我就可以一封休书将他推。谁知他远嫁去又远嫁回，到时留难留来推难推。见人啊见人，像你这样不约不得下贱女，有面目到王家来，我今夜在人没听。手等天明下楼台。我们夫妻从此空。
谁知他怒气冲冲，不自受，他是不理不睬，摆不明不白，社会呀穷，可怜我啊，有满腹的委屈向谁诉？枉费了婆婆一片心，看起来竟是父亲难。
我将仇人吓得我不管，取情深恨。像秀英平里来操他，他为我见我将眼中钉，像他这种后心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冤家是归谁？更何况那王门必与他担钉子，杀东外了官人，要结死了婆老大臣。家到王家，一想离你走到平无过错，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真人，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该为尊娘家母女团聚，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珍宝，这冤家他当我路边草，他竟这样对待我，我认明这冤家他懂一笑，我还是将衣裳藏龙虾。梦
将我出家之时，我母亲她再三地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婆进入丈夫。想今天气而冷，我才不与他给你，倘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，还要怪我父母养你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哦是好呀。曾记得那是弟弟做大人，母亲你上楼细心报，这道是已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教。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谈，指望同房花烛早日呀到。谁知道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受情意少，是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。啊天哪，还是我的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
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是你替我给他的？是啊，是我给的。给得好，上来有啊！官人，先生啊先生，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，要想害我一死个命不得成就，你好狠的心肠！小姐，阿玲，小姐，师傅。快去把件岳母啊！拜见伯母。哎呀，小畜生！我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你一声岳母还怕我受当不起吗？哼！我先问你，我女儿嫁到你家与我过错，你尽管当堂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要还道理，问这件人事情。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当都当得，骂又何妨？有我在此两你也不管，那我就唱。母亲，小女儿，你们等我为娘好苦。自从你嫁到王家，受月令死妇令弱，今日为娘亲眼看见，真不叫为娘痛心为。儿啦，你快再为娘委屈了吧。母亲，母亲娘啊！要是女儿随娘委屈，倘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也是恶做人。今算是此，得为娘修书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，定要与这畜生并离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官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是啊，为娘自有道理丞相，你要好好我是小姐。请我来背教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看样子我这位人家要擦太嘴了。所有与我将军3年。阿妈家边
夫人，下官闻得夫人生于聪明，我连夜归位。臣你见了下官这样怒气冲冲，恰是为何？当初都是你配下了这门生的亲事，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白月令未必的神不相神，鬼不相鬼，你为不跨到王家与我去临死为累？此话是真的，我难道还为娘饶不成？我女儿被王月令4次凌辱，我难道罢了不成？李信在与我打讨王府。是。快去把解药物去。请家公，阿玲来了。拜见伯父。口称帮我，你是何人？王月令。王月令。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养女不教，就怕当不起这个臣妇。畜生！你将我女儿无故凌辱，使劲带个口出狂言，他到底与何过错？你需要还我个道理。要问道理不难，你先待女为妇。待女为妻？哼！我待她为妻，难道我养她不够老吗？满是指养她不老，就是把她另许豪门，我王月令绝无异议。小姐，小。你与我先叙述过来，带我来接，慢慢走。这娘子开口，侬滚！应该像我女儿乃是名门之女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退就退？使劲你还尽道理便罢，要是还不尽道理，我岂肯饶你？好，你去看来。文玉表兄，秀英，过来。先生，你尽管做出这样双峰爬索之事，我今天永离不得。慢点，听家公，我为官之身，阿懂得三从四德，岂有不孝？谁家从无才家从父开玉来，侬帮我说说。那，媳妇大娘嫁到王家，有规有矩，有道有理，随随有啥个事情做做，娶着王家，霸着王家，令侬不着当，令侬不着杀。弟弟呀！女儿始终嫁到王家。设定王月令是此地领受，指望弟弟回来，与女儿生缘结成。谁知道弟弟开口惹骂，举剑就杀。弟弟，女儿到底有何是做错？
总该是个明白。女儿就是死，也要死得个明目。你去，快来！媳妇啊，这是啥东西呀？哎呀，婆婆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？媳妇大娘，那还有得下过啊！婆婆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根本那个弄得记住你。老夫人，本子家可以带过笔记。哎，好的，比这个，丞相，我快点来指笔引我过来。好的，比这个哦，好的，比这个。老天菩萨，保佑进士笔记世家发动，发动，发动。他不看到不动的，请家公，侬看动不动？哼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上谁家的圈套了呢？情书是假，难道是冰玉尊因为假的不成？冰玉尊。丞相，小姐，丞相，大胆献笔，难道是你才存进营邪？哎呀，老爷，不是地狱还冤枉！丞相，你仔细想想看，小家东西是侬管的，但脂肪多，怨我只管供上去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宫那天，是我与沈美部替小姐梳妆的。那只有早因我明明长在床里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落在姑爷手里。哎呀，爱玲啊，侬个子女做人从啥地方来的？那天花烛之夜，孩儿是从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从房门口拾得来，花烛之夜门是我关的。只有丞相、沈马部三个人，不看见，这倒是奇怪着呀。李信，与我立正沈美部来问话。是。沈美部，你可审送这封书信吗？小人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审审不审审，不问你知情不知情。啊，这次并不在，我认识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书，我不知情。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的沈美部，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是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。你还浑身不知情吗？小人实在不知情，实在不知情。早是不早？哎呀，冤枉，冤枉！你是孤身不早？我早。哎呀，这都是姑爷公子出的主意呀！只因他看中你家小姐，求情不仁，怀恨在心，要不偷得你家小姐的碧玉钏。他写情书一封，叫我连同玉钏丢在心房之中，有一让王公子身上，好擦杀这段姻缘。老爷，这一切与小人无关，就大老爷饶命，饶命！岳父。为我将你许配。
王家，想不到孙玉玲如此灵手，为母继父又远去了你，真不叫为母痛有婴儿啊，你万是再为我委屈了吧。母亲，母亲，从前个辰光，祖娘王门路侬不讲，四门路侬不想。哦，今朝一位人家弄得七点八到，弄到来讨鸟家，来不及在。我好悔呀！好鬼，侬又得鬼了，娘啊！我悔不该一包情书家当真，却伤我心里受刑。我悔不该当初不听娘教训，妻子陪伴我不生命。我玉林空头生严肃，今做了不亲不义人。啊娘啊，虽因啥有长河对啊，你叫孩儿真做神。外望娘亲来做主，从今儿娘的言语句句听。哦，侬从今朝起听娘的话在啊，好过站起来。多谢母亲。大人啊，今年是大别之年，侬上京赶考去，要是有个功名证书，要父母跟前也好有个交代，媳妇跟前办个道理，夫妻还可以和睦。娘叫侬上京赶考去，侬去不去？是孩儿遵命。去么好过，快点进去整顿营装。是。母亲啊，娘子病重，盼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我有数用不着侬操心的。多谢母亲。夫人啊，船期休要将
句言害你。如今是水落石出一命啊冤，那眉部下药仍有事，我是真心悔过少先前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事休在地，请夫人快去滚告济红光，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们多思多想多心酸。怪爹娘错贤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不仁不义不心寒。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，猜你为什么满手满心满月来钻？我做婢受苦受难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伤肝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娶一个美貌是美转娟。当初要是没有我家小姐替你改上那件女生的衣裳，我看你呀也做不了这个状元。跪下来，这人啊，起来，多谢岳父。秀英儿啊，你莫记闲愁，莫记怨，且听为父言相劝。若令高宗以为心，列里给陈岁王恩西凤冠。弟弟呀，那日定前把婚台，气得弟弟肝肠断。此情在眼前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红光。岳母，岳母，你且起来，多谢岳母。你站在一边是。儿郎，难为他今日认错为心做儿啊！你快些文官把呀给传。
为母啊命啊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之事多忘怀？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，他尽管岳母不叫把母还。他是个大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不长远。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引得媳妇受屈冤。为我不管家中事，要劝就你娘去劝。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奉婚，还请母亲再去相劝。二玲啊，媳妇大娘爷娘干我不肯听，不然我也不会听罪，主娘福气多美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福气多美，当真的不去？福气不是个福气。也罢，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纵上愿也枉然，就说一声空家堂。脸你又做啥了？我只愿归依三宝起家园。哎呀，母亲。不上做不得个，我去倒倒霉看。多谢母亲。嘿嘿嘿嘿媳妇大娘，我个新官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！根本侬自家来送。叫上媳妇，我啊该肉，新官肉，哎呀宝贝肉，阿玲是我个手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杀不得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起呼啊呼，见得媳妇来听婆婆。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今朝，太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。辛苦的回得是红啊呼，媳妇侬三番不离，已是长远反正要去和尚做，这种就叫应世报啊！侬原谅媳妇就有好结拉姑，听众婆婆接凤冠。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，婆婆啊，你是媳妇终身阿母，婆婆的恩德名飞呀夫，夫妻不世间有，唯有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。只好我问你老婆啊婆，媳妇
啥非肯夫妻屋，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婆。媳妇啊，我骂个人情结不不，夫妻中换金山不完。婆婆啊，我不愿意他夫妻哦，我情愿地坐担汤风风风，一情愿地坐担汤来风来公啊不，真是我也为个好心啦不。终于为难难生我啊！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嘛？是非侬状元归的妻人啊错。哎呀，母亲，孩儿乃是天子门生，万岁女婢钦佩的辛苦状元，我只能去向娘子下跪呀。啥个天子门生了辛苦状元，老婆都要忍不着的。切，这，哎呀，母亲，这是使不得的。是呀。好了，演习起来。今日之事既往不咎，只要你们夫妻莫把修结牢，也就是了。这凤冠亚被儿参前。